伫立法院长游锡堃的陪同，立法委员陈廷辉甲家己的小妹陈怡珍，一路走上竞选总部成立的舞台，受到热烈的乡亲大力的支持，并且由院长亲自来披挂彩带，象征议员的责任甲使命，并拜托乡亲一定要保钓这是坚持国家理念、具有专业法学硕士的陈怡珍会用继续连任。原党弱小斗强权，即摆面对着中国，咱嘛是弱小，所以讲咱应该发扬台南的精神，嘛发扬林秋娥的精神，安尼好啊唔好？好。啊，要发扬林秋娥精神，咱就是要继续互画作的咱高票当选连任蛮好啊唔好？好。哎呦，宜珍嘛咱高票当选连任蛮好啊唔好？好。陈宜珍当选，陈宜珍当选，宜珍，当选，再一次感谢台南的游锡堃议长，感谢。会中包括市长黄伟泰加议长郭信良嘛难得降台，为陈怡珍来加油打气。学历愿意为故乡服务，而且确实有服务的成绩，这就是无简单啊！我做市长做3档，我要4档啊！但是看到宜珍的表现，实在是若讲议会上认真优秀的，你要竞争的，陈宜珍绝对伫内底。拜托咱家乡支持大，11月2日支持咱宜珍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安尼好，好，宜珍支持几号？3号，几号？3号，陈宜珍当选，陈宜珍当选，宜珍当选。李立委陈廷辉甲议员候选人陈怡珍嘛表示，希望乡亲袂用来分票，年底选票一定要票票入柜，互陈怡珍1票，黄伟泰1票，18岁公民权同意嘛爱1票，共同捍卫守护台湾的关键力量。心切当帮廷辉甲宜珍保护掉，将这个优质的法学硕士连续4届得到咱议会评鉴第1名，也是优质议员的陈宜珍，甲顾掉、甲保掉台港的嘛。好。11月2日，咱帮3号陈宜珍甲顾掉，好不？好。11月2日，将咱3号宜珍顾掉，好不？好。11月2日，拜托咱齐乡亲时代，唔通互宜珍孤单，全力支持1张选票，3号陈宜珍，拜托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场包括知名电台主持人志明、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新传、加国保局的卫士严正发，嘛出席来小挺陈怡珍，并且分别递赠吉祥物甲手机。另外，还有饶舌歌手大基早来精彩的演出，为18岁公民权的理念大力来宣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